佩老师，今麦我要教你拣这水果是内底有籽的。看对一种是较好食。好，首先咱就来看菱果。菱果啊，这大家拢咧食啊。对。这两粒你会拣对一粒较好食？你要哪拣？我要哪拣我呢？一般的人那个苹果对一个较芳，一定就较好食。这粒较芳，这粒较芳吼。好，我甲你讲，拣苹果吼，因为这是有籽的，咱就先看伊的表面。这两粒真明显嘛，这粒就做一点的，有无？有人讲哦，迄有点的，点愈侪是甜分愈高。啊，这种的就无点。其实苹果若是要好食，就要拣这种。这个粉拢直直的哦，直直的愈直的愈好食，啊那这点点的无一定好食哦。好，苹果记起来哦。好 ，OK。刷落来，若是桃啊、甲梨啊，这种的拣法就又搁无共款啦。来，这两粒你会安怎拣？啊，你这问我这确实都内行啊。安怎讲？阮某的阿姑咧种，啊，这原住民语吼，好做叫做咖歪，咖歪当然嘛是爱拣这个圆的，圆的较甜。对，若是桃啊、甲梨啊，都要拣圆圆的，这种甜分够有够才会好食。